點？太貴。兩個房，廁所、廳，開放式廚房。嗱，一個電視櫃啊，好明顯佢個電視唔會送埋俾你啊。咁喺呢度坐啦，後面窗啦，後面梳化背住個窗啊，風水嚟講唔係特別正啊，安全嚟講都係啊。上面一個煙頭嚟啊，oh shit，係咪？所以呢度閂窗，純粹係以光窗嘅啫，光井嘅啫。廁所黑廁一個，主人房，完完全全將呢個衣櫃啊做到盡咯，單邊落床，算係咁噶啦。